各位觀眾好，飛人之道，享受飛人生活，又係我 Enjoy Boy 啊！係香港嘅飛人生活壓力大，實在太多情緒病人，係呢個都市嘅通病，包括我自己。之前後生開始自己做生意，一直所有嘢都係自己做自己諗啊，結果放咗工連發夢個腦都繼續做嘢，我都知道自己出事，所以睇咗醫生咧 keep 住呃藥食下，至依家暫時維持係小問題階段到依家。因為我自己有一個自我生存保護嘅諗法，就係處理情緒問題，首要就係瞓得好，其他病痛就之後先諗，因為嗰啲都唔輪到我控制。咁啱我遇到呢個情緒科醫生，佢本身就好中意飲咖啡，佢就十分鼓勵可以飲咖啡嘅病人飲咖啡。咁但係當然佢唔係賣咖啡嘅，同埋佢唔會個個病人都鼓勵佢去飲咖啡，只係你問到佢就會根據個別情況建唔建議你飲咁解。澄清下，我哋講嘅只係個別情緒科病人，唔可以攞嚟做指標性參考，只係我個人經歷。我哋都十分建議有醫生，就梗係問咗自己嘅負責醫生先啦。你點諗到嘅？係用個腦諗嘅。因為咖啡同好多唔同嘅藥，好似胃藥、止痛退燒藥、降血壓藥同埋抗凝血嘅藥、氣喘藥等等，都可能會有相互作用啊。因為牽涉到太多唔同嘅專業嘅層面，最好唔好自己估下，問清楚自己嘅醫生係最實際嘅。Give me the mic, boy. For the love of God, man, be careful. 但係總會有啲朋友又唔肯定自己有冇情緒問題，兼且想問都唔知問邊個。You're goddamn right. 我哋又當喺常識嘅角度睇下，可唔可以嘗試了解、探討多啲，去拆解下，盡量減低大家嘅憂慮。咖啡令人清醒，係因裏邊所含嘅咖啡因所扮演嘅角色就係同線間競爭同受體結合，睇下邊個快手啲，好似玩爭凳仔遊戲咁，爭贏咗就可以抑制下游嘅信息傳遞，因此可以做到保持神經嘅活性狀態，達到醒神嘅效果。我哋用常識回歸翻原點，就係正因咖啡因有刺激中樞神經嘅作用。如果當你日常有規律咁飲咖啡，佢就會被歸類為溫和嘅興奮劑嘅定義。佢同時都會刺激腎上腺素同埋多巴胺嘅分泌啊！除咗產生令人提神、具警覺同埋興奮感，即係我哋經常聽到嘅令人心情愉悅呢種講法，即係咖啡唔單止係提神咁簡單，有規律咁攝取，仲會令你個人醒目啲、反應快啲、開心啲咁解。又要諗兩杯，夠執着啦啩？咁大家聽到呢度，可能都覺得咖啡都唔知係咪好嘢，仲可能會誤會開心啊嘛，飲多啲咪開心啲咯。但有留意到我好長氣咁用過重複過嘅字眼，你就應該留意到有規律呢個字眼同埋重要性嘅。舉個冇規律嘅比如例子俾大家會易明啲。有個小朋友突然間有一日屋企人帶咗佢去迪士尼啦、Legoland、海洋公園呢三個佢好中意去，或者佢覺得可以玩得好開心嘅地方，記住係一日內喎。咁呢個小朋友成日呢，佢就維持一個好興奮、好亢奮嘅狀態。突然間呢，爸爸媽媽話俾佢知天黑啦，就要翻屋企食飯，要翻屋企瞓覺。結果
呢個細路仔就即刻崩潰咗。呢個呢，就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，情緒過山車嘅例子。旋轉360度自動轉體化解呢個掌力，擺嘢曲體直插。我仲有一個實際例子，就係我見過有個小朋友，佢平時好有規律，咁早瞓早起㗎。有一晚佢屋企人同佢去睇 show， 好開心，睇到好夜。開心之餘，佢知道第二日佢要一早返學，同樣地，佢都一樣係即刻崩潰咗。所以道理應該大家都會明啊，規律嘅同時，循序漸進都係一項不可或缺嘅因素。好似好多人成日都話，咖啡搞到人瞓唔到嘅同時，首先有冇留意下自己每日食緊嘅嘢，會唔會都有咖啡因呢？加埋晒有冇爆煲？飲食嘅時間有冇定時？瞓覺前係咪習慣玩電話？I can't sleep。如果有規律嘅話，相信有啲人返工係返夜晚嘅，同樣都可以飲咖啡，享受到咖啡嘅樂趣同埋好處。喺以上嘅例子，如果你適量咁分配開心嘅時間同埋冷靜嘅時間，就可能會得到好啲嘅效果。同樣，如果我哋掌握好飲咖啡嘅分量同埋個時間，對我哋嚟講，當然係百利無一害啦。但係相反，冇條理、冇節制亂咁嚟，就會搞到精神同埋心情都好似玩緊過山車咁。所以，就算你個醫生話你可以飲咖啡係好嘢，對你嚟講有益嘅，你都要睇下點樣去規劃同埋利用。其實佢都係一把雙面刃，一把好刀交俾你用，用得好當然得心應手，粗手粗腳咁用，當然會搞到自己成身都係。唔好意思啊，你覺得點啊？我覺得你可以行前啲同埋瞄準啲咯，好唔好啊？總結嚟講，如果好容易有情緒過山車情況嘅朋友，喺飲咖啡之前，最好問你個跟開嘅醫生先。大家唔好介意，我喺度長氣咁重複再講返。開始飲咖啡嘅時候，應該點樣規劃？點樣循序漸進？咁即使可能咧，你有輕微嘅情緒問題咧，其實都唔會對你嘅生活構成咩影響。記得個步驟係，一開始飲咖啡嘅時候，心跳得快係好常見嘅，咁咪飲少啲1/3杯或者2/3杯，就唔好學人哋一日3杯。So delicious。到咗自己慢慢真係開始適應到，飲多少少啦，控制下自己飲食嘅時間同埋規律。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參考翻我上一集都有提到噶，同大家點去做少少飲嘢嘅規劃同埋經濟嘅組合。下一集我哋會淺談支曲毒素 A 學 Ochratoxin A 同埋高溫致癌物丙烯酰胺驚嚇之謎。如果大家覺得我哋講嘅題材都唔錯，夠誠懇嘅，咁你就千祈唔好留手啦 ，click 下、like 下、subscribe 下，然後撳一下鐘仔啦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我哋下集再見。Do it, do it, do it。就咖啡嘅好處有講翻，嗱佢有好多研究就話咧，飲咖啡可以令到你個人會瘦一啲嘅，因為你個人興奮咗。係啊，即係當然飲咖啡可以預防或者減慢咗嚴重認知障礙嘅出現嘅。即係嘅腦退化啦。冇錯，係啦。咁飲咖啡可以減少抑鬱嘅一個德國嗰啲研究啊。係咪真㗎？係喺婦女嗰度研究。咁男人就男人未有結論。我一日飲3杯㗎喎。嗱。
佢嘅標準係2到4杯， 2到4杯，啱係啦，啱30歲前開始飲。啱啱我都係。咁跟住40幾歲嗰啲女性咧，佢就會相對一啲飲2到4個單位嘅有糖嘅飲料嗰啲女性嚟講咧，佢係有糖嗰啲飲料嘅女性咧，佢係多咗40成會患抑鬱。就有糖飲咁咖啡係咪？飲咖啡嗰啲女性咧，就係有20% 嘅機會減少咗抑鬱嘅風險。嗯。咁即係你一相比之下咧，原來佢有個保護嘅作用啦。嗯。咁另外就係長遠飲咖啡一路咧，即係飲咧2到4個單位嗰啲人咧，佢少啲高血壓嘅，長遠嚟計，少啲心血管嘅問題嘅。我都有啲喎而家。少啲嘅。少啲嘅。就係啦。咁當然你如果飲得過咗量咧，咖啡都有一定嘅影響喎。佢哋會好驚嘅。好慌嘅，同埋個人都好緊張嘅，因為你興奮嗰頭。興奮嗰頭。係啊，因為佢係一個中樞性嘅興奮劑嚟㗎嘛。佢會心跳得好快啊，你個人會好慌啊，想鬧人啊、掹啊咁就飲得㗎咯。啱唔啱？喂，真係好唔錯喎！我平時即係嗰啲連鎖店嗰啲又好似冇咁香喎，係有冇？幾好㗎！我中意呢個味道。有冇花香呢個？咁呢啲係屬於哥倫比亞定咩豆啊？呢個應該係印尼豆嚟。印尼豆。佢溝嘅應該溝咗少少非洲，因為啲酸味。幾唔錯，不過飲完有排做㗎嘛又。緊要啊！我哋精靈好多，係嘛？一語講埋，喂，飲杯。佢輕咗又。